唉，走咗班車，班超回潮啊！等待小巴必須企，跟後距離位置躲避下，免得衝刺顯得令偷雞就難居於合位於時間和會議。哎呀，不企錯等嘅位置，係等左間的等啊，唔係等的住啊。未約人，而的士係冇，係佢行到去似漢堡嘅酒店，佢係酒樓。啱先搞錯，又以為賣包點位。嗱，先生再注意嚇，係嗰位老師呢邊唔炒魚啊，趁吉炒魔勁嘅。唔係呢邊喎，我周圍行咧嚇，哦，上得啊，6線啦，記住紅線女啊，升藍線啊，完美伴侶，我睇到喎。開會那位就變，令我驚咗上車，5位到就好，分關情形繼續糟糕，立即較好時候，猶豫你想發展。解開企嘅先係新荃灣，徘徊理想發展，又次去見工，其實為攞取津貼嘅申請報告，受運也續一二。不需擔心太多，有朋自遠方來會我到啦，上客唔係客咗過嚟呢邊，我係嘟啊！坐呢邊，sorry。
快去的。Okay.